各位好，被全城稱為河伯嘅何宣死訊今日傳出，終年79歲。由街市邂逅、忘年閃婚、爭產風波、反目成仇，到最後孤獨病逝，呢2年嘅經歷比電視劇更加離奇。今日就同大家完整回顧。先講女主角新何太，原名葉秀定，43歲，嚟自廣東陽江。因為網民喺討論區用河馬呢個花名稱呼佢，從此網民就咁叫佢做河馬。呢個花名更加深入民心。故事始於2024年1月，76歲嘅何伯喺屯門街市認識河馬。河馬主動問有冇好男人介紹，之後每日煲湯送上門。相識唔夠1個月，情人節何伯就送99,000蚊龍鳳鳳。但係同一時間，何伯發現銀行聯名戶口裏邊450萬元積蓄俾細女提取咗。3月11號，相識僅45日，兩人閃電結婚。何伯再送13萬元兩卡鑽戒同10萬元勞力士腕錶。5月，兩個人登上東張西望，公開指控5名子女夾埋取走嗰450萬元。節目中，何伯展示龍鳳同勞力士以證真愛。呢集創下28.4收視，超過180萬人收睇，成為當年最高收視。何馬喺節目中金句連連，佢親手為何伯飲湯，反擊網民話佢落迷魂湯。何伯即場幫拖，我越飲越精神啊！何馬又爆出佢俾咗肉體我，先證明到人哋係真愛，唔通有錢就唔係真愛咩？佢仲話何伯勁過啲後生仔，暗示何伯有心有力，1晚5次。網民諷刺佢係世界級網紅，兩人一夜爆紅，隨即轉戰抖音同小紅書直播帶貨，但爭議亦都隨之而嚟。網民火速將何馬起底，發現佢喺抖音以千語 BB 生活語錄經營帳號，內容全部都係教人釣金龜、講愛情要建基於金錢，被封為溝仔 KOL。坊間更傳聞何馬喺內地根本未離婚，疑犯重婚罪。與此同時，何家子女亦都公開反擊，有傳老豆係飲完何馬啲湯水之後神志不清。講返兩人嘅浪跡天涯。2024年5月尾，正當全城熱議之際，何馬趁熱帶風暴馬力斯逼近香港，拖住2大行李箱，帶何伯由屯門搭的士轉高鐵，直奔返陽江鄉下避風頭。何馬喺節目講過，就算佢冇錢，我喺內地擺地攤煎牛扒都養到佢。呢個豪言壯語，唔少網民到今時今日都仲記住。網民全程野生捕獲，影到何伯喺高鐵站氹到何馬心口，一齊睇電話，非常黐纏。有網民笑稱何馬帶何伯返鄉下可能有陰謀，慢慢將個老嘢消失。佢哋喺內地浪跡天涯期間，默默開直播賺錢。何伯試過喺直播中為何馬手洗內褲，影像流出後，網民一片譁然。何伯又曾經唔小心泄露行蹤，俾何馬當場怒罵死蠢，你七街瞓啦！呢句七街瞓更加成為網上潮語。樂壇前輩珍妮揚言要罷替東張西望，狠批二人敗壞社會風氣。不過呢段忘年戀好快就變質。2025年5月12號，何馬單方面喺小紅書宣布辦理離婚手續。5月25號，何伯喺港鐵兆康站用殺蟲水噴向女途人，被判監2個月，緩刑2年。5月30號，兩人喺屯門精田村升降機大堂激烈打鬥，何伯用折刀襲擊何馬，割傷對方後腦，何馬咬傷何伯手指，兩人雙雙被捕。事後，何伯接受訪問嘅時候，聲淚俱下咁話：我醒返啦，向5名子女公開道歉，承認當初娶何馬係踩咗落個燈。今年5月20號，何伯喺區域法院承認有意圖而傷人罪。法官陳廣慈形容案件係成入鎂光燈，敗入鎂光燈，典型恩愛成恨。7月21號，因何伯連麥同患抑鬱症，輕判監禁2個月。由於已經還押2個月，刑期即時屆滿獲釋，但係重獲自由只有短短幾日。何伯就喺醫院因為肝癌離世。原來佢6月做小腸氣手術期間驗出肝癌，醫生判剩幾日至1個月命。臨終前2日，何伯獲牧師洗禮，曾經反面嘅子女亦都到醫院見佢最後一面。佢冇入過深切治療部，冇插過喉，係瞓住咁安詳離開。YouTube 頻道花生速遞其後公開何伯臨終錄音，當中何伯用盡最後力氣話：個衰婆想我死嘅，但係我仲喺度。至於何馬
佢嘅傷人案件咧暫定明年2月開審。何伯呢2年嘅人生，由街市邂逅、百萬定情、浪跡天涯、反目成仇、監獄出冊，到最終孤獨病逝。有網民形容係比電視劇更離奇嘅悲劇。佢嘅故事留俾世人嘅係一個警世預言。黃昏戀真係要大眼識人。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